今日又再同大家一齊再研究下九龍城寨。鴉片戰爭前，城寨都係一個小兵營。鴉片戰爭之後，中英政府於1842年簽訂咗不平等條約《南京條約》，將香港島割讓咗俾英國。滿清政府即時興建城牆，原因係監視英國人喺香港島，防衛佢哋圖謀九龍半島。1860年北京條約，九龍界限街以南嘅地方割讓咗俾英國，租借英國99年。滿清政府仍然擁有九龍城寨嘅管治權。英國佔據新界期間遇到鄉民武力嘅抵抗，喺1899年嘅5月，英國派兵佔據九龍寨城，將清兵趕走。自此之後，九龍寨城就冇中國官員駐守啦，演變成一個無政府狀態，三不管，港府不敢管，英方不想管，中方不能管地帶。嗱，離遠見唔見到條橋啊？呢度叫做龍津橋，1875年建成嘅，佢係接駁到呢個亭㗎。呢個亭呢，就係龍津亭，派駐咗九龍城寨衙門官員嘅地方。石橋係用花崗石製造嘅，有200米咁長。1857年，龍津橋同碼頭係當時九龍城嘅主要海運設施。石橋已經埋藏響地底，成為九龍城寨公園嘅一部分。2008年係發掘咗部分嘅遺跡。圖畫所見呢，係當時發掘嘅原貌，亦係九龍城寨嘅重要遺跡。至於呢個龍津亭，又名接官亭，佢喺1930年九龍灣填海嘅時候呢，拆咗啦。呢幅圖就係個亭拆咗之後個窿啦。龍津亭係以前遊客必經之地，即係而家嘅人嚟打卡。1941年12月至到1945年嘅8月期間呢，短暫俾日軍佔領。光復之後，打回原形，又去返無政府狀態。與此同時，大批嘅難民自內戰開始咧，從華南地區湧入香港。九龍城寨就變咗一個收納罪惡溫床嘅貧民區。你睇下入邊嘅環境幾差，因為入邊嗰啲大廈係完全係冇規律咁樣向上發展，佢哋真係叫做亂咁起啊，完全係冇規劃，甚至乎話地基都冇噶，水壓又上唔到高層，加上人口多，水量供應唔夠，所以呢，四周每隔一段路就會有嗰啲街喉供應啊。有啲單位呢，你要穿過人哋嘅屋企，然後先至上到去第2座嘅大廈噶。啲大廈密密麻麻，一座挨住一座咁起，所以樓下啲街道根本就不見天日，環境係非常之差嘅。城寨入邊仲好多無牌牙醫，因為好多就係內陸入嚟香港，而香港又唔認可佢哋嘅牌照。港英政府響90年初呢，就開始清拆城寨，終於響1994年係完全清拆，之後就建成咗今日嘅九龍城寨公園啦。沿住衙前圍道行返出去，見到有間鋪頭啊，佢係賣陳年乾邑。你哋睇下，佢成間鋪頭都好陳年啊。佢係賣陳年乾邑同埋陳年嘅茶葉啊。睇見佢嘅鋪頭，我都覺得佢好陳年，所以佢啲嘢應該都好正嘅，配合返佢陳年啊嘛。而且我覺得好有感覺，呢個九龍城寨嘅 feel 啊！好啦，講住咁多先啦。九龍城寨如果真係要繼續講啊，成本字典咁厚，真係講唔完啊！好啦，拜拜。